上條視頻講到當年葡京沙圈案，有唔少朋友留言想知道單案後續係點樣，今日就再同大家簡單講一講。據當時司警表示，接到情報指有酒店高層利用職權指揮旗下嘅員工從事招攬，安排女子喺酒店賣淫，並且以 YSL 系統統一管理。司警經過搜證，喺2015年1月採取行動。行動中拘捕以何鴻燊侄仔何佑倫為首嘅6名男女，並帶走90幾名佳麗。司警喺酒店電腦裏面揾出大本花名冊，記錄2400幾內地女子來澳賣淫，每名佳麗要喺沙圈兜客，必須支付15萬元入場費。司警估計集團喺短短1年幾時間，單入場費就收取逾澳門幣4億元。案中傳召超過100名證人出庭作供，當中曾經追隨首被告何佑倫幾十年嘅辯方證人葡京酒店前總經理陳建文供稱，何佑倫曾經考慮停止 YSL 運作，但係擔心佳麗會分散酒店各處，為客人帶嚟更大嘅滋擾。陳建文當時嘅供詞提到，90年代後期，葡京附近一帶都有唔少企街，更加經常出現滋擾酒店客人等亂象。當時呢啲流鶯唔止租用120間客房，估計至少有200間客房開工，分散喺酒店各層。佢供稱2000年之後，酒店制定 YSL 系統管理之後，只將所有佳麗限制喺120間房內，並且集中喺5樓同6樓管理，大大減少對客人嘅滋擾。佢稱何佑倫一直想改善酒店佳麗問題，亦都曾經收過至少2封匿名信投訴，亦都多次聽到坊間非議，並且為此感到苦惱，但係無能為力。何佑倫當時被控一項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同多項操縱賣淫罪。喺初審中，何佑倫罪名不成立，獲輕判1年1個月，以羈押超過14個月，當庭釋放。另外5名被告亦都分別只係判囚7個月至到2年5個月不等。澳門檢察院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結果中院喺2019年改判何佑倫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罪成，重判囚8年。其餘被告亦被改控參加犯罪集團罪，罪成，同遭加重刑期。何佑倫等不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最終終審法院判何佑倫等敗訴，維持原判。公開資料顯示，何佑倫1947年出生，父親何鴻威係賭王何鴻燊嘅4哥。1971年喺美國就讀商科管理，1979年至到1985年喺香港中文大學義務教書。何佑倫其後喺哈佛攻讀法學博士，畢業之後喺律師行工作。1991年進入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任職澳門葡京酒店行政董事，身兼澳娛船務部總經理、澳博行政委員，擔任富利達酒店集團行政董事，管理旗下葡京酒店、新葡京酒店等多間酒店同埋旅行社。關注澳門事，了解身邊事。多謝收睇，拜拜。